因父及子及聖神之名，亞孟。至於我，我只以我們的主耶穌基督的十字架來誇耀，因為藉着基督，世界於我已被釘在十字架上了，我於世界也被釘在十字架上了。我與基督已被釘在十字架上了。我在肉身上帶着主耶穌的烙印，願光榮歸於父及子及聖神。起初如何，今日亦然，直到永遠，亞孟。至親愛的會祖聖方濟，藉着我們的主和救主耶穌基督的聖傷，即刻在你身上活的烙印，我請求你幫助我獲得虔敬和獻身之神，對貧窮謙卑及克己的熱愛，對我的罪痛心疾首，身體與靈魂未染污的潔淨，對天主旨意的信服和恒心至死遵守的恩寵，請替我轉求，好使我能忠實奉行你聖善的會規，並恰當地活出我的聖召。真福的會祖，在我生命末刻來到時，請你與耶穌、瑪利亞和若瑟駕臨我的身旁，使我能聖善地去世，並能永遠加入你天上光榮子女的行列中。亞孟。真福會祖聖方濟，請為我們祈禱。使我們堪當承受基督的恩許。請大家祈禱。天主，你把真福聖方濟賜給我們作指引和導師，以追隨你唯一聖子的足印。求你恩賜我們這些在現世慶祝他紀念的人，能成為分享他來生光榮的夥伴。因主耶穌基督的聖名，求你俯聽我們的祈禱。亞孟。各位兄弟姊妹平安美善，嚟到九日敬禮嘅第3日，我哋探討方濟點樣開始到福音生活。方濟其實花咗2年嘅時間維修聖達勉堂，喺呢個期間，佢終於決定要跟隨福音嘅生活。當佢聽到福音裏邊講到基督派遣門徒，佢嘅選擇就得到肯定同埋強化。1年之後，先後有11位同伴嚟參與，希望以團體嘅方式度福音嘅生活。因此，方濟嘅兄弟團體因此而誕生。聖方濟喺尋找嘅過程裏邊，慢慢明白自己想要點樣追隨基督。佢唔係要成為 Maiores 大人物、上等人，佢唔要成為呢啲有權有勢嘅有高地位嘅人，佢希望成為 Minores 小人物、下等人、微末者。因此，佢選擇咗一個新嘅身份，佢放棄咗佢本來嘅身份，願意成為大家所遺棄、所唾棄嘅，甚至佢嘅父親、佢嘅親友見到佢咧，都詛咒佢，唔明白點解佢要選擇一個放棄自己社會地位嘅方式，而去成為一個咁樣嘅被人所唾棄嘅人物。喺呢一個磨練嘅時候，當1208年方濟聽到福音，主耶穌派遣門徒嘅呢個片段，方濟做咗一個重要嘅決定。佢除低咗佢當時所着嘅隱修士嘅袍同埋皮帶，換上補贖者嘅貧窮衣着，包括一條繩索。補贖者通常將呢條繩用嚟纏喺腰部或者係喺頸部。然後佢離開咗聖達勉堂，去過一個更加嚴格嘅貧窮生活。最後佢開始宣講關於補贖嘅簡單道理，正如福音所教導嘅。正當方濟義無反顧咁樣選擇咗福音生活之後，慢慢咁樣佢嘅生活吸引咗唔同嘅人嚟到。首先嚟到嘅係巴爾納德，佢嘅曾經嘅鄰居。慢慢呢啲嘅人嚟到，見到方濟嘅生命非常吸引。佢哋希望同方濟一齊用呢一個困難嘅生活去見證福音。去到1209年，連埋方濟在內，
已經有12個人。呢一批方濟會士嘅目標同埋原則，包括貧窮，喺物質上同精神上協助其他人，時時去聖堂祈禱，同埋對司鐸表示敬意，如同福音咁樣教導人要做補贖，同埋敏銳咁樣警覺到驚天動地嘅變化已經喺社會中發生。呢一個兄弟團體就咁樣開始佢哋對福音嘅委身生活。各位兄弟姊妹，方濟同埋同期嘅兄弟喺長時間嘅辨別之後，揾到佢哋嘅方向。我哋今日又要點樣學習佢哋追隨主耶穌基督嘅腳步呢？在拉維納山上被印上5霜的聖方濟啊，世界看望你，這幅被釘耶穌的聖像畫，他需要你那顆向天主及他人開放的心，你那對光禿禿而傷痕累累的腳，你那雙在懇求中高舉且被刺穿的手，他渴望你那甚為脆弱，卻因福音得能而變得強而有力的聲音。聖方濟啊，請幫助這年代的人了解罪的邪惡，而且在悔改中尋求淨化。請幫助他們從那壓迫今天社會的罪惡之根本結構中獲得自由，在那些政府官員的良知中重現國家間和民族間所急切需求的和平，在青少年身上傾注你生命的清新，使他們有能力抗拒許多致死的文化之羅網。聖方濟啊，為那些被各種邪惡所傷害的人，請教導他們有能力寬恕的喜樂。對所有因痛苦、飢餓和戰火而被折磨的人，請你為他們重開希望之門。阿們。願主與你們同在，也與你的心靈同在。願上主祝福你，保護你。阿們。願上主的慈顏光照你，仁慈待你。阿們。願上主轉面垂顧你，賜你平安。阿們。就願全能嘅天主、聖父、聖子、聖神降福你們。阿們。